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即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请咱起立来唱圣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请咱起立。咱即时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耶稣基督，阮感谢你，今仔日是世界公道日，阮要为着台湾来祈祷，求主保守台湾平安，无受到战争的危害，求主帮助台湾各项军备拢有充足的准备，也求主和领导者有智慧来领导台湾，帮助台湾各项的法律甲法规拢会使修改，来适应即个时代的改变。因为这是合理的心意，合社会公义，也甲咱人性的善良。求主来保守。阮也要为着世界济济妇女来祈祷。今仔日是妇女主日，你知影世界诚济妇女无法得到应该教育甲权利，特别是伊朗即个国家，甚至有人反对妇女读册，就去学校放毒气。求你怜悯来改变这个情形，和社会会使真正得到公义甲公平，也和妇女会使参与你教育甲济事工甲社会的工作。因为你毋是干那看重彼得、保罗甲约翰，你嘛看重马代、玛利亚甲济的歌儿、歌儿，你拢看重伊。你嘛要来帮助阮教会，阮中间有病痛的，有身体欠安的，啊，搁心情无平安的，求你来看顾医治，你来伸手医治阮，像你医治我共款。主啊，我要来感谢你，求你来阮今仔日的圣殿，也甲阮同在。阮基督徒已经是少数中的少数，你要来看顾阮伫台湾做见证。阮敢若有无够3% 的基督徒，求你甲阮会使合一，无纷争，无怨妒，无嫉妒，嘛无无合。拢有合一伫主的一个灵下骹，求你的圣神，互阮每一个人会使存心谦卑，
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感谢主的帮赞，也甲阮同在。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阿免。即时咱要来启应文第5篇，也就是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看着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啥物？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花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圣经，咱今仔要来读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我先来读第10章38节到42节。耶稣甲门徒继续行，耶稣入去一个庄头，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甲伊接待。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坐伫主的脚前，听伊的教示。马大为着接待，代志多，心压杂，就来甲耶稣讲：主啊，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伫梦，你哪会无要无紧，叫伊来甲我斗骹手？主应伊讲：马大，马大，你为着代志多，得跨路操烦，所需要的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拣着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接续，咱阁来读路加福音第13章第10节到17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伫一个会堂内得教示人，有一个妇人人，互邪神附身，破病18年，身躯弯翘，寸袂直。耶稣一个看到，就叫伊来，甲伊讲：妇人人，你的病已经好啊！耶稣用双手甲伊看，伊的身躯随时寸直，就归荣光互上帝。毋过会堂的主管因为耶稣伫安息日甲人医病，就真生气，对众人讲：咱有6日通做工，要医病，就伫即中间来医，无应该伫安息日。主应讲：假好的人，恁逐个人兼无伫安息日对牛条讨牛，也是牛牵去啉水。即个妇人人是也要来喊的子孙，已经受撒旦束缚18年久，伫安息日甲伊讨放，敢毋应该？耶稣讲即个话时，伊的对敌拢感觉见笑，所有的群众因为伊所做一切奇妙的代志，拢真欢喜。即时，咱来学老，请妇女团契，因要唱的歌叫做《脱除罪恶黑暗的交界》。
今仔日本堂黄同佩牧师要来讲道的题目是妇女的价值定位。兄弟姊妹平安。那今仔日是较晚近咱的妇女节，所以咱下年历中间是定妇女的事工的主日，所以今仔日特别用这个妇女的主题要来甲咱分享。伫1984年，美国有一出电视剧，这电视剧真趣味。我迄阵差不多20通岁安尼吼。不过看即出电视的时阵，嘛咧印象非常深刻。这电视剧就是《妙管家》毋知捌看过无？这较巧吼，拢毋敢讲伊年龄。你若讲看过吼，看仔真深刻吼，你就知影咧无形当中就透露咱的年龄吼。妙管家，咱翻译叫做妙管家。这个就是讲到有一个。伫棒球的选手吼，职业的棒球员，这个安东，这个东尼，伊是单亲爸爸，带一个查某囝，去验证这个家庭做管家。这个家庭的主人就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伊有一个囝，然后呢，这个单亲妈妈伊是伫公司做一个真悬的一个主管。有一个社会的成就，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甲咱过去的传统的想法无啥共款的。男性做管家，做真济家事，退休的棒球员，然后有一个是非常有社会成就第一位的女性。这出的电视剧其实伊的言语是 Who is the boss？ 谁是老板？哇，这个中间呢，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个妙管家咱主题是咧讲到这个管家啦吼，但是呢，最主要谁是老板？这中间就是老板就是这个女性。但是为什么加上一个问号呢？因为这是对咱传统一个观念的一种的冲击。女性。这家庭里面，谁才是说了算的老板？在咱华人传统的社会中间，对妇女有一个地位，通常有这种较轻视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咱对这块话语中间，特别看起这种轻视无形中间进入到咱的观念里面。我咧看迄出电视的时阵，伫我内面嘛真大一个冲击。虽然我是真少年，应该是思想较开放，但是我看迄出电视的时阵，通常都有一种咧角色吼足混乱的感觉。因为男性是一个主体，男性是应该伫外口拍拼，男性应该伫社会中间有一个真实好的社会地位，女性应该伫厝内底做家事、顾囡仔，然后是较软弱，较无社会地位。男性是咧经济主要的，但是伫即个出电视的中间，即个角色完全一个混乱，甲咱传统一个观念一个混乱。女性伫即家庭中间，伊的头家女性，有社会成就的是女性，做家内做内面咧做家事的，伊的辛劳是男性。家庭中间若有即种观念产生的时阵，我毋知影即种男性。是毋是伫即个态度中间有即种安尼失去尊严的感觉？做人的管家，头家是一个女性，敢会失去即个尊严安尼？但是伫出电视的中间所咧讲的，就是常常即个女性伊的头家转来了后，嘛亲像家庭的问题厝内的问题、外面这的问题，所拄着工作上的冲击然后。即位伊的管家，甲伊中间的互动互相的帮助。男主内，女主外，即种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伫咱内面，若产生的时阵，可能对即出的电视内面所咧讲的代志，都可能产生一种的真大的冲击。常常咱去调整咱的观念来看即出电视。伫能力发展方面，咱有一句话。这个华语，女子
无才便是德啊。后来我去探讨这句话的时阵哦，这个无，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其实毋是讲无迄个才能啦。伊所讲来讲，看无家己迄个感觉。就是讲，你虽然是有才调，但是咧，对一个女性，你若要显出你的才德，你着爱无，着爱看无你啊，你有才能，但是袂来显露你的才能。你要真谦卑来保守起来，藏起来就好，莫伤过突出迄个感觉安尼吼。但是为什么毋是男子无才便是德呢？咱无应该是讲啊，咱着非常有才能，但是咱嘛要小可保守的，免得安尼树大招风，啊，伤过凸显家己安尼，啊，成做一个人伤注意的一个对象，较谦卑的安尼。所以男子无才也是德啊，因为咱安尼时咱大家较谦卑，来保守咱家己，莫互家己遐尼凸显出来。但是即句话后来呢，放伫咱华人的社会中间，迄个解说变讲，查某囡仔要读册要创啊。过去家庭若是无真好，无法度提供囡仔去读册，查某囡仔读较济册要创啥？所以查某囡仔通常会得到较侪受教育的一寡的机会较资源，甚至会感觉查某囡仔读伤济册，会可能影响到伊后摆家庭，因为女子无才能才是才德。啊，伫这现在婚姻家庭中间，如果夫人人无读册，伫家庭中间真正会失去伊的地位，受到先生看轻，无法度真好即个沟通。所以这是伫中间所产生的一个文化的问题。伫婚姻的中间嘛是共款，所以咱常常讲女大不中留，对不对？啊，你嫁出去啊，啊，就别人的啊，迄个感觉，安尼。较歹听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就感觉讲，主体上是查某人，啊，然后呢，这个夫人人是一个从属的观念而已。啊，昨晚有这个理想高峰会议吼，啊，然后有一个讲员，伊是个女性，啊，做甲真悬，而且公司的 CEO。伊过去的经验也咧分享讲，伊要去斯坦福大学去遐留学。啊，然后呢，因已经订婚，所以伊未婚夫讲啊，结婚了后你要去斯坦福大学读册，所以我会教你去加州，教你做伙生活，啊，配合你伫遐的留学。啊，所以呢，因就去找迄个教会的牧师做辅导，伊安尼讲，哈，恁结婚了后，你要去斯坦福大学读册，啊，你的先生要配合你，搬去遐甲你做伙住。我来讲哦，这是无下圣经呢。下圣经是啥物意思？先生在哪里，太太就应该在哪里。所以你若结婚了后，先生若伫其他的所在吼，你爱牺牲你去读册的机会，来配合你的先生甲伊大做伙。安尼。因非常困扰。佫无下圣经，这互伊真大一个困扰。但是伊的先生呢，无无，我应该甲你做伙去，来成就、成全你会当读册即个观念。后来因就去找迄个主任牧师，主任牧师讲哪有迄个教导，这哪有啥物无下圣经？爱太太配合太太，这是安尼真理所当然啊。为什么就有即个观念啊？想袂到。牧师嘛会小可为着受着即种传统的思想来管的想法，当然，即个不知不觉中间，咱嘛有即种的想法的感觉，就是太太就要配合先生啊，哪有迄个先生配合太太关系？啊，有一遍我去探访一个牧师，啊，即个牧师较早伫咱新竹中会，后来受聘去到台东，我就去到台东安尼过，就去了探访一个安尼，伊的先生就伫遐。甲伊讲话时阵，伊就讲阮太太就来遮做牧师，所以我就对桃园迄个所在，甲伊做伙搬来到即个所在。伫我心内嘛感觉讲，这先生有够伟大的。马上想着讲，你工作要怎样？安尼牺牲毋是真大？你竟然配合太太来，安尼。
伫心中嘛是感觉讲，应该是太太配合你啊，无顺路莫做吼，无顺路莫做啊，就甲你做伙啊吼。伊讲我的工作是无需要去公司上班的，我的工作会当真自由，安尼伫我的厝内底工作，所以我配合我太太来到这个所在部会帮助你，这是真好。哦，伫我心内感觉讲，这是真好一个方式。为什么是太太爱配合先生？而且不得不到中间，牧师竟然会讲这是无合圣经的，圣都无这个教导。但是这中间有可能就是有咱传统的想法，传统的迄个男女的一种的身份甲地位来支配咱的种的思考。伫家庭中间，常常咱嘛有一种的观念，在家从父，还未嫁时阵。主权是伫老爸，出嫁从夫，安尼，嫁了后主权伫先生，年老的时阵从子，安尼。但是这看来看去，拢是敢若男性主导的男权的社会安尼。所以这是咱传统，拢讲到妇人人是不过一个附属的地位，附属伫男性的一个身份中间，太太受期待。是附属或者从属伫丈夫的关系内面。佫较歹的话就是讲吼，风言后水啦，吼，这历史中间吼真大朝代变化吼，动乱足侪拢是因为女性三仙吼安尼吼，你有赞成无？我点头。但是咱知历史中间，伫咱华人做皇帝只有一个武则天。然后有一个女性当前的做慈禧太后，拢真无真好这评论安尼。整个的5000年的历史，如果若是正确5000年，所有这主体性拢是男性做主体。安尼世界，安尼中国，安尼一直乱一直乱，所以其实整个混乱的主体拢总是男性，男性是造成整个混乱。灾祸的一个主体。毋知你讲到女性的时阵，伫你观念内面，敢有一种偏见，还是一种成见，对着女性伊的个性，安怎来形容？较情绪化，若查甫人较理性，你看这种观念？男性也非常非常的情绪化，脾气压起来了，就安尼世界大乱。比较感性，比较容易发脾气，较情绪化，比较多疑，常常有直觉第六感，毋是用属性，就是摇伊这摇伊迄，较小气，当然较小气啊，伊咧管理。处理的钱啊，先生也无互太太偌济钱啊，对不对？较容易贪小便宜。伫菜市仔咧甲伊咧花1箍2箍，拢是太太去买菜时阵安尼花，贪小便宜，无再送一个葱啊，送一个蒜头，安尼。男性不会，为了保持男性的尊严，落落大方，你讲偌济就偌济，个拢用骗去，安尼。好一遍，我来看人教一个。陪一对我们的年长的夫妇去逛百货公司。太太要买一个物件，家己安尼讲价，安尼讲到半点外钟。安尼，我就甲先生伫遐陪伫遐咧讲那讲啊久啦，讲。安尼讲到咧，我足歹势安尼啦，两个足歹势。杀价杀了1万块，我讲够好诶，半点钟赚1万块。你也足佩服诶。这不是贪小便宜，这是先钱，欠钱，无去互骗1万块去啊！半点钟会当抬价1万块。好，姊妹，这是咱对妇人人的一个偏见。社会发展了后，妇人人有较侪机会接受教育，伫这场的中间体现这种能力，所以这界限已经慢慢已经淡化。对去早期的时阵，若是咧上班。基本上，你若做兵倒来，然后去应征的时阵，你的薪水通常会比女性更较济。为什么？伫传统的观念中间，
男性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所以爱较侪互伊薪水。男性伊爱较承担，伊较有大能力，承担较大的工作的责任，所以会较侪薪水。男性伊较会当受要求，然后呢会当去应酬，会当有较侪活动的空间，较有一种的时间性的较大的确定性。啊，若太太拢爱当去做家事，啊，当煮饭，啊，顾囡仔安尼。啊，所以呢，太太时间较无要求。所以呢，查甫人伊的薪水会当较悬，差不多加一成两成。伫阮来看，这是真理所当然。但是慢慢现在啊，即种的观念已经慢慢拍破，薪水是共款。因为女性嘛会当伫伊职场中间体现一段一个能力，所以呢，伫咱这社会中间，男女中间迄种的权利已经慢慢啊瓦固。啊，不过谈到瑞典长老伫咧祈祷的时阵，为了全世界妇女人祈祷啊，伫我心中，佫才有一个提醒。咱会敢有较大一个自主性，但是现在也真侪国家伊无法度受教育，女性地位也非常的低。我去到马来西亚一个菜市啊，内面咧做生意的、咧卖物件，伫遐发来发去拢是女性。啊，查甫人创啥，拢伫边仔咧讲话，啊，无代志做。所以女性就是非常非常有能力，体现伊的能力，但是伫家庭中间，嘛是佫是男性做主体。所以女性的地位非常悬，其实就真大一个压迫。我去到马来西亚某一个州的时阵，迄是非常极端，就是清真寺内面，回教徒中间非常极端一个所在。有可能伊遐暗头啊穿较长衫，但是迄个州是规个面拢藏起来，你完全无法度看到，所以连伊目睭咱无法度看清楚，因为拢是黑面纱，对头包到尾拢乌索索安尼拢看无一个所。看到一个皮肤嘛，极端，将妇人人贬义到一个非常非常屈低，那就伊无存在。有其他所在国家甚至规定女性袂当去校读册，伊的能力、伊的潜能、伊的尊严、伊的身份地位、伊的价值，完全受到真大的控制压制。所以伫台湾中间，咱有较大一个自主性。过去的时阵。男女若咧齐心，这是女性，这是男性，有一个真大一个差别。兄弟姊妹，虽然是安尼，但是咱不得不甲中间，特别咱较有年纪，对日本时代到现在，甚至是较传统，即个华人的社会，迄种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迄种观念思想内面，佫有是毋是有伫咱内面潜在迄种观念思想？有几项咱会当来评估看卖。你敢阁相信接受一项男主内女主外？你若是双薪家庭，两个人拢咧上班的时阵，下班了后，家庭的工作是送咧负责，家事送较承担较大的一个部分。你若做较传统这个工作的时阵，你会感觉你会受真大压制压力。啥物叫我洗碗？这面对妇人人的代志，灶筷代志是太太的代志，甲我无啥物关系。打扫、做家事拢是太太，所以先生等要创啥物？两个拢上班等了后，先生坐伫遐看电视，迄个我很累呢，吼呢，太太嘛讲你累我也累啊，为什么都是我做家事？你敢有做一种的平分的一种工作？如果太太做你，请你帮忙做啥物代志的时阵，你敢会接受？你的上司、你的 boss 是一个女性的时阵，你有法度接受伊对你的一种的命令啊无，工作分配啊无？特别如果你的年纪比较轻的时阵，比较年长的时阵，你是一个长者，但是你的 boss 是一个较年轻，但是真有能力，你愿法度真顺服接受伊互你的即种的权利。如果若是太太伊的工作职务调动换工作的时阵，太太敢有法度放下伊的工作配合伊？
为着要成就伊搁较大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成就。伫咱教会中间，咱教务处接受一个女牧师做咱的主任牧师。我有一个学妹，后来伊伫一个真大的教会做副牧。主任牧师离开了后，伊先去做主牧。伫我心内，为什么是他？搁遐来教会，这个教会有够勇敢的，把他升任主任牧师。然后我想这可能是过渡期间啦可能还搁找一个不久就要代替他他可以主任牧师，女性那么大的教会，一个做10几年呢然后我看伊的教会，我是发展真好势多虑了。你知影现在伫咱教会，职事有16位，你知影男女的比率偌济？有安尼算过无？一半一半，一半是女的职事，一半是男的职事。当然，长老中间也无法度，但是我想慢慢这个比率来起来时阵，后摆咱教会内面女长老甲男的长老会变侪甚至会超越所以呢，咱的教会有真大一个开放的心，互咱的姊妹有较侪机会参与着服侍。只要伊服侍受肯定，伊当受选做职事。所以这嘛是一半一半，我看着袂歹安尼，伊咱中间应当负担做足侪代志。有影咱的女性的职事，因伫教会中间参与真侪这事工，贡献真大一个亏力。姊妹伫咱心内，敢有法度真肯定咱的太太，真肯定伫咱服侍伫咱中间的这个姊妹？敢有法度真肯定一个女性的工作权，甚至伊的职务？有一天，亲像这个电视剧的 Who is the Boss 的时阵，刚好你的 boss 就是女性的时阵，你有法度真好来接受。你敢有法度伫现在真大工作变化，不断的裁员，伫科学园区中间，可能有一个裁员发生，男性受到裁员的时阵，然后你的太太是主要工作的一个经济来源。伫这中间，若是女性伊慢慢发展，然后伊的职务真悬的时阵，你会感觉你是失去迄个尊严也未？男性失去尊严，是伫咱中间，咱看见即个情形，会感觉查甫人伫厝内底，伫咧做家事，伫顾囡仔，太伫外口上班，即个代志敢若无真，心内底感觉有一种压抑的感觉。然后可能你若看到先生的时候，感觉讲先生马找一个工作一个无较久长拢伫遮，太太伫外口上班，感觉这是无下伫咱的生活传统的一种观念。这种压力无形中间，互先生造成真大一个压力，也是失去尊严感觉。这嘛造成家庭中间有真大一个冲突紧张的关系。弟兄姊妹，有人咧讲，男性上界大的罪恶，就要凸显家己的主权。然后这种主权性，如果发挥到上界大的时阵，最大的罪恶就是要甲上帝竞争安尼。我是主体。女性上界大的罪恶就是自我的否定。我是非常软弱，我是较无专能，我是配合先生，所以我是一个从属地位，我无一个主体性。否定家己，否定家己，将一切错误放伫家己的身上。过去中间对女性真大压制，所以有产生一个女权的运动，要来争取家己凸显这个妇女的自主性。这中间当然有一寡过去这个紧张的关系，为着要凸显这个女性的自主性的有一寡紧张的关系。但是这是一个过程，慢慢咱会当接受这个工作的时阵，也是接受男女中间平权的观念的时阵，咱就当看见，如果互伊有真大的机会，如果互伊有一个教育的机会，如果互伊有一个伫工作上会当表现的机会，因为连若所表现的袂较输咱。伫家庭中间嘛是共款，一个女性伫家庭中间会当做，
竟然是这较大开力。我想无啥爱我讲个代志，不过厝内底咧做一寡遮咧螺丝啦，咧修理物件，拢是咧修理，拢介厉害。电脑伊嘛比我较高。要处理教会真侪这问题，无论囡仔代志，无论教书的代志，反正是女主内没有关系，但是厝内底做这代志拢伊咧做，真厉害，爱甲肯定。互伊较大能力发挥的时阵，伊所会当发挥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伫这所在，如果要争取男女平权的时候，毋免伊来争取。如果咱来当认定上帝手术互互人人有真大一个能力的时阵，尊重伊的时阵，咱当发觉伫因身上嘛有真大能力的天现。来，卖当咱有真勇敢，互伊较大权利来负责真侪代志。所以伫圣经内面讲到男女平权，咱是讲到一个情形。两性中间会当共同接受、理解的一个诉求，就是两个人、三人会当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会当享受相款的权利，而且同款受到尊重，同款有自主性的权利，同款有会当得到自我发展的一个机会。当然，嘛是同款共同负担责任，甚至参与伫政治啊甲社会的一个事务。所以就昨伫南投的选举，男性甲女性的候选人是女性受选的。女性会当伫社会公共事务中间，虽然过去受到真大的压制，无法度有这个机会来参与，但是若有一个机会，互因当来天下时，会当发挥女性真大的一个能力，而且对公共的事务中间发挥真大的一个功能。所以，平权的运动，咱是讲到，互两方面拢会当天天讨棒因本身的开力。共同来建立合上帝欢喜、合上帝心意的一个环境。所以圣经内面，其实拢是非常尊重两性的尊严甲价值，女性甲男性同款。所以互人人的价值，咱是讲到做着一个互人人的身份。伊会当怎样来发挥上帝互因特别的身份，伊个特质所产生的功能甲能力。所以圣经无真看轻，无看轻互人人的价值。圣经内面讲到，男甲女拢是上帝照伊的形象所造的。上帝创造男甲女的时阵，对因讲，因拢非常的好，甚好。因同款领受上帝互因管理整个大地的责任。创世第2章18节讲到，女性受创造的目的是要成做男性的帮衬者。为什么男性需要帮衬？咱是一个所在讲到，男性若无女性时，伊就无完全。但是伫咱社会整个概念中间，男性必须要表现出伊的自主性、伊的能力，然后伊的承担责任的一个责任甲重担，所以男性呢，咱就一个强者伊个感觉，所以咱常常感觉，既然我要表现我的强者，我感觉我佫一个妇人人，实在是非常无民主的代志。所以若要讲啥物意见的时候，若要当免啦，这阮查甫人的代志，你感觉，咱个无需要女性个，但是呢，计卖若做到安尼，除了安尼声较大了后家暴以外，做一个代志拢安尼，互伊做甲足混乱。帮衬者毋是较卑微的地位，帮衬者毋是一个较次要的一个身份，因为帮衬者咱就讲到一个情形，即个男性需要帮衬，帮衬者咱是讲到伊有能力去补满男性软弱不足的部分，所以会当帮衬即部分，其实伊是超越，佫较比男性较有能力，才会当成做帮衬者。
是圣经内面上界大有能力的帮助者是谁呢？什么人你敢知？上帝。上帝啊，恳求你来帮助我。就是当我软弱的时阵，当我无够额，我拄着困难，我无够完全的时阵，上帝求你来帮助我。而且伫诗人所写的诗篇中间，一直都讲到：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能力，你是我的快乐，你是我的帮助。当一个人真谦卑愿意看伫伊家己本身的软弱的时阵，伊才能看重伫上帝，伊才会当承认伊的软弱，然后恳求上帝的帮助，然后上帝在伊的软弱中间，成做及时的帮助。这是有时阵咱感觉咱来保守咱男性的尊严，咱无需要其他斗相共，独迄咱家己的做的能力、专能，这种的能力甲专能发挥到极致的时阵，就是要甲上帝竞争。啊，姊妹，圣经讲到上帝就是咱的帮助者，这个帮助者无一个次要的一个身份，毋是一个次要，那是天然伊是有能力做帮助的。啊，世界宣道会为你总有一个妇女联会的发起人，伊安尼讲，这是咱无法度推卸的一个责任，就是兄弟甲姊妹拢会当相同共同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过去历史甲咱真大证明，整个世界的福分，若是交伫兄弟的手里，真无完全，真无够额啊！而且造成真大的混乱、甲灾厄。所以，互兄弟单独承担责任，这是无应该的，也是无可能的，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厝内底，如果伫咱社会中间无女性的帮助的时阵，这个家庭就无完全。男性若无妇人人斗相共的时阵，男性就软弱无够完全。伫圣经内面记载，犹太人因的社会甲华人共款，嘛是共款啊。要要出嫁妇人人，主权是伫老爸，然后出嫁了后，主权是伫丈夫。所以以色列人因过去有一个观念，伊讲我一生中间上怪大的福气，就是出生的时阵毋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拢是要毁灭的茶，啊，咱是选择选民，所以我是上帝的选民，这是足大的福气。啊，佫有一个真大的福气，我是查甫人，毋是查某人。所以我当保持我的主体性，妇人人是足屈价的一个身份。但是，主耶稣基督对妇人人毋是安尼。我去到一个马来西亚，咧参观真大一个清真寺，哇！入去了安尼大厅，吼，足大的一个所在，坐伫遐拢是查甫的。哇！然后因为宗教领袖伫台顶对着这个查甫人讲话对着这，所以咧咱亲像什么呢？如果咱礼拜堂中间咧看起拢总是查甫人坐伫遮，白人安尼，九人嘛是查甫人，妇人人坐伫对，可能坐伫后壁迄个所在安尼，伫亲子教室内面钱伫遐。亲子教室呢，佫毋是玻璃看会到，可能有一个隔屏一寡遮个一寡遮掩的东西啦，吼咧。伊会当看到遮，但是我若看过时，我无法度看到内面遮个人。妇人人就是坐后壁的所在，伊无法度亲像安尼坐伫群众的内面，非常非常明显。这个就是咱看咱圣经内面，当主耶稣基督去到马大马利亚的厝的时阵。坐伫大厅、客厅内面，拢是查甫人咧讨论这宗教的代志，讨论这社会代志，拢是男性的一寡这主体的一个物件。妇人人可能伫厨房，若无厨房，可能秘伫遐较偏僻、小小的房间伫遐偷看咧，这咧创啥物？所以妇人人的地位拢伫外其他的所在。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去到马大马利亚的厝地中间的时阵，马利亚伊突破传统。然后进入到大厅中间，我见主耶稣基督伫遐甲伊相亲，听伊讲的话，看到伊，然后甲遮个男性共款伫遐甲伊讨论信仰的代志。这是过去只有男性会当伫迄个大厅中间。
主耶稣基督对因讲，玛利亚已经经上好的福分，是人袂应该来摕掉。意思是讲，伊会当甲咱共款，会当享受亲近上帝，其他人得到真大的一个福分，甲咱正人共款，伫个所在无有男甲女的分别。主耶稣基督有一遍去到一个会堂中间，迄是安息日。路加福音14章记载，伫迄天，伊看到一个稳居18年的人，所以伊就医治伊，互伊会当徛在。这是一个安息日，主耶稣纪念做这个代志，受到真大一个批判。为什么你伫安息日医治一个妇人人呢？主耶稣基督讲，这个妇人人受魔鬼捆绑18年，敢无通互伊来得到讨办吗？做这样代志时，伊是冒真大危险。还有一项，伫迄天的中间，敢只有这个妇人人身躯有艰苦病痛？如果伊有这种男女的关系，伫恁中间所有男性，恁若破病来到这个所在医治，若女性排边啊不要紧，安尼，恁优先妇人人较厝后。迄天无安尼发生，迄天独独是医治这个妇人人，无医治其他男性。当主耶稣基督有一遍来到会堂的中间，看正人的奉献，伫当时也是伫咱整个世界中间，男性敢毋是主要经济的一个主体吗？毋知伫你的厝内底，你若要奉献时，你要奉献金额是啥来决定？太太决定呢，还是先生决定？会感觉讲先生就较赚较侪钱，主导这经济就是先生，要奉献偌济拢是先生来决定，安尼。所以可能是安尼。伫遐要奉献到圣地内面，这个钱个时阵，哇，男性就伫遐排伫迄个所在，男性摕着因所赚的钱，然后决定因要所献的钱。只有一个妇人人，寡妇送婚的妇人人奉献2000银，然后得到主耶稣基督学了讲，伊奉献比其他人佫较济。伊的尊严，伊的价值，伊的身份受到真大一个肯定。有所书5章有讲到夫妇的关系，我想这另外一个主题，咱来讲这个事。这是一个世界一个潮流，伫圣经配合圣经内面讲到一项，男性、女性，拢是有伊的价值，甲伊同等的地位。重点就是咱是毋是有符合，咱是毋是完成上帝手所给咱一种的积分。咱的特点，咱的能力，咱的温数，只有咱来完成上帝所赋予咱这种特质的时阵，安尼咱才有当拥有同款生命的价值的定位。咱三甲来记得，主啊，你是阮的主，不管阮是男有甲女。我拢对你领受能力、温数，而且我拢有对你所领受无共款的性情、机会、积分、责任。当咱完成的因的时阵，当阮诚做忠心管家的时阵。安尼，我会当表现出上帝完成，表现出上帝你赋予阮价值、身份、甲地位。为着这，阮献上感恩，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时来唱回应诗，圣诗485首，主赞阮互相接纳，请起立。
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创造当地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是复活啊，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国和。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手续开难，互阮伫人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我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固定日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请坐，圣礼典。咱备办的心来领受咱的圣餐，加唱圣诗356首。
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面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面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所以阮伫遮设立杯甲饼。表明愿拢伫你的救恩，就是你伫十字架顶身躯为着阮拍破，你的宝血为着阮流出，所成就的救恩，有份伫即个恩典，也有份伫做上帝儿女的一个身份。所以阮伫遮领受做着八角饼，白色伊就是要搁一遍纪念你的疼。透过这个八角饼。我搁一遍知影十字架救恩，以及上帝你无比的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领受八个八角饼，就思考八角饼的意义。这八角饼，表明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拍破伊的身躯。这个饼是表明主的身躯为咱拍破。当咱三角领受这个饼，也是表明这是主的身躯。当咱三人领受，咱是有份伫伊的身躯，伫伊的身躯内面，咱彼此成做肢体。主耶稣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三角来领受。
食了后，主要所基督含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因紧啊，你要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所以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因为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你，请三角来领受。最后所基督欢迎领受这个杯甲饼，照你所吩咐，也透过这个杯甲饼明白，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你的宝血为着阮来流出，设立新约，完成这个救恩。透过杯甲饼，表明上帝无比的疼痛。愿伫信心的中间，领受伊也有份伫你百般恩典。恳求透过这个杯甲饼所表明的疼，成做阮的快乐，阮的安慰，也将阮家己献伫你面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时来奉献，请奉献的同工。
康吉利。咱三角徛起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伫即个主日，阮父女会当伫遮来服侍，请你互阮正做伫个家庭中上好的大道者，也将阮伫个教会所做的事工，请你来接纳。今仔日阮献上阮的金钱，请你来使用，感谢主，愿咱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今仔日是世界公道日，咱要为台湾来祈祷。咱先来看一个影片。True God, give praise to
请美生长老来为咱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头拄听首歌，也好发出好满满。唱英语的呢，现在要唱英语，因为头拄迄个片哈，迄个片子，即个影片，全世界有100外个国家做伙看。好，看了，恁感觉台湾有水无？啊，住伫遮有幸福无？赞！啊，台湾伫政治、经济、治安、环保各方面有需要祈祷无？有需要。啊，你捌为台湾祈祷无？你敢知影今年全世界有100外个国家，毋来看即个影片，也当时为台湾来祈祷。吼，这就是世界公道日的目的甲伊的意义。伫1887年，一个加拿大一个妇人人，伊发起讲啊，咱来组一个组织，逐年拢为着一个国家来祈祷，好无？哦，做一个国家拢讲好好吼，到今已经有100外国家拢参加啊吼。啊，1887年到即摆已经136年啊。啊，伫1935年，民国24年，咱台湾嘛参加哦，吼，咱台湾参加到今年已经88年。啊，因逐年拢会开会，讲啊，7年还是6年了后，要为倒一个国家来祈祷。所以因伫2017年，因就开一个会讲，安尼咱2023年就是今年，咱来为台湾祈祷好无？大家讲好，吼。你有感觉上帝足够得迄个时间无？今年来为台湾来祈祷，足水个足好个，这意义足大个吼。特别这个国际情势安尼，为台湾祈祷实在足需要个。来，咱做伙拍鼓来感谢俄罗上帝，伊实在是历史的主宰，伊逐项拢知啦。因为2017年的世界，跟即摆实在完全无共啊呢。伊迄时就知影讲，这个时阵咱台湾需要祈祷吼。咱即摆来做伙来祈祷。主要听堂的上帝，你实在真伟大。你通过世界公道日，互阮台湾的基督徒的姊妹，甲全世界的基督徒姊妹有结连。特别伫今年2023年，互阮台湾伫基督中受到主的保护甲引带。阮伫未来日子，阮要搁较注重阮家己的祈祷，毋是干那为着家己祈祷尔，阮嘛要为着家庭、为着教会、为着国家，甚至为着外国的需要来祈祷。感谢主，你听阮的祈祷。阮要对主搁较有信心，也要对人搁较有疼心。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啊，最后吼，阮拜五会歹势吼，迄个徐长老，今仔日毋是公道日，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的纪念日。公道日是3月第1个礼拜五，所以应该是3月3号。系歹势。啊，我吼会后我去迄个去楼骹的柜台吼，甲抢着3本册吼手册。这100多年甲第1届为台湾祈祷吼，足有纪念性，敢若3本尔吼，你若有需要来甲我讨。啊，3本的吼，好，感谢俄罗主。好，多谢。好，这是咱来报告。本主日下晡吼，本来有咱工园学院的第1期茶讲座吼，因为青海直是伊即礼拜确诊啦吼。大家直直为祈祷，结果他今天早上转阴了哈，但是呢，因为咱已经常常吼，想讲已经取消啊啦吼，所以咱也不是取消啦，延后到下礼拜哈，下礼拜，所以咱第1期的吼，延后到下个礼拜啊。第2期的吼，目前嘛已经拢满了啦吼，所以大家若有要搁报名吼，安尼咱团队组会搁开会啦吼，看是毋是搁办第3期吼，安尼，所以以上吼第2点，第3点就是雄联团契周3哈3月9号举办坚实数码天空1日游哈，那请在8点半哈，礼拜3教会出发哈。第4点哈，就是咱门徒培育组哈，拜六3月11号上午9点到3点20哈，
第1期的第2次领袖高峰会哈，那昨仔已经圆满结束哈，大家拢收获真侪哈第2期啊，请大家已经有40多位了哈，我看一下好像有48位哈。那同工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哈，谢谢大家参与。第5点，新竹中会教育部哈3月18上午9点到12点哈，有长职同工训练会。那讲员是胡忠敏牧师请大家哈，如果要报名的，请跟干事报名。那第6点，门徒培育组有举办认识现代台语圣经课程是梁淑慧执事讲师很棒的课程在4月15到6月3号，每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半，请大家向干事报名。第7点，需要2022年个人奉献证明，请在1楼登记请不要写身份证号码。那告解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好，这时咱来唱祝福册恳的诗歌唱煞，咱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万上主带领来，永惦你心内。关待你，做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愿上主带人来，甘甜你心内。做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当知。愿做阳光变照你，让主必宽待你，做诚心保守你。一世到永世代，愿耶和华保护你、赐福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阿门。真济，就到。